大家好，2025年4月28號星期一，尋晚我就睇咗香港電影金像獎嘅直播禮嚇，7點半去到11點。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講啦嚇，拍呢條片咧就講講我嘅一啲觀後感啦嚇。咁首先講劉青雲嗱，佢憑爸爸就得咗咧呢個影帝最佳男主角。咁佢上台領獎嘅時候咧，嗰個演詞咧非常令人深刻嘅，因為係短而精啊！嗱，劉青雲上台嘅時候咧，佢同其他嘅得獎者咧有個好明顯嘅分別。其他得獎者上台嘅時候咧，多數就尤其是係幕前啦嚇，多數都係咧表現得驚喜交集啦嚇，即係個比較大動作，表情比較豐富嘅。咁但係劉青雲上台嘅時候咧，佢係非常之冷靜啊，甚至咧可以話有啲嚴肅。嗱，其實頒獎俾佢嘅係劉嘉玲啊，事前咧都做咗段篤棟笑啊，逐一咧去講咧即係啲候選人男主角咧嗰個嘅情況。咁但係劉青雲上到台咧嚇，喺呢方面咧冇同劉嘉玲有任何嘅即係再去交集啊嚇，即係冇食住上就講一兩句笑話，佢冇嘅嚇。咁佢一上台咧就係非常咧平實咁去領獎，非常平實咧咁去講佢嘅得獎感言。咁大家其實最後聽翻啦嚇，佢如果佢之後佢講嘅嘢咧，咁大家就明即係點解佢會表現得咁冷靜，表現得啦嚇，甚至係有啲嚴肅啦嚇。嗱，劉青雲咧得獎嘅時候咧，佢首先講咧就話覺得今晚好特別，因為咧喺佢21歲嘅時候啊，80年代啊，咁佢拍嘅第一套電影咧就係叫做《聽不到的説話》，當時咧第一次咧係由小銀幕跳上大銀幕。咁咧呢套戲嘅導演咧就係姜大衛，而姜大衛咧今日咧就都有嚟呢個嘅頒獎禮，咁啊坐咗喺咧即係劉青雲啊旁邊咁嚇。嗱，姜大衛咧佢自己係即係佢有份去做頒獎嘉賓，咁佢太太李琳琳咧嚇，亦都係今年咧有份角逐最佳女配角嘅嚇，咁不過就得唔到獎啦嚇，咁所以姜大衛咧係有嚟到啦。咁劉青雲就話咧，即係今日見到姜大衛咁覺得好特別啦嚇，好開心。咁亦都有好多好似姜大衛咁嘅前輩咧，今日都嚟咗，令佢好開心。嗱，咁佢話咧，如果你哋呢啲前輩唔嚟咧，咁今日啊我就變成前輩啦咁。嗱，呢句説話咧已經係佢成段咧演詞裏邊咧唯一一個咧嚇，即係輕鬆啲嘅講笑話位啊，就係咁噶啦已經嚇。咁但係呢段説話，我覺得都有啲信息嘅。其實都一來向前輩致敬啦嚇，二來咧都講咗咧電影界嘅一個承傳啊嚇。咁跟住咧劉青雲就再講落去啦。佢話咧，爸爸呢套戲咧，俾佢一個好奇怪嘅過程，好奇妙嘅過程。佢話：我知道咧，我有太多嘢係唔知道，但係拍完之後咧，我以為自己知道，其實咧我都係唔知道。嗱，佢講咗一段咁嘅説話。咁跟住咧，佢就逐一咧去多謝一啲人。咁啊，多謝咧呢個爸爸嘅攝影團隊啦。多謝咧佢屋企人，特別係佢太太郭藹明啦嚇。咁跟住咧，最後咧佢話咧要多謝一個人，佢多謝爸爸，就係嗰個爸爸。咁我諗大家都深深領會知佢講邊個爸爸啦嚇，因為爸爸呢套戲咧係真人真事啊，咁就係講當年荃灣一個兇殺案，因為個仔有精神病，咁啊殺咗咧媽媽同殺咗咧個妹，咁之後咧嚇就爸爸同呢個仔咧嚇就一齊咧。喺人生嘅路程咧嚇，就繼續行。咁套戲咧就係以此為藍本啦嚇拍攝嘅爸爸呢套戲。咁劉青雲咧就係講咗以上呢番説話。咁大家多多少少當然明白點解佢表現得咁即係心情沉重啊。咁但係佢喺頒獎禮上嗰番説話話：我明，我以為自己知嚇，我最初唔知，但係後尾拍完佢以為知，咁但係最後都唔知。其實佢講乜嘢咧？嗱，咁喺成個頒獎禮結束咗之後咧，咁就有咧記者採訪環節啊。咁我喺網上咧就見到咧傳媒人譚慧雲咧就將喺採訪環節咧劉青雲呢啲嘅訪問咧就用文字咧就寫咗出嚟。
咁原來喺呢個訪問環節裏邊咧，記者就問啦：喂，頭先你喺台上領獎嘅時候講過呢段説話，話即係知啊唔知啊，其實係咩意思咧嚇？嗱咁，劉青雲咧喺呢個時候咧，佢就咧更詳細去演繹咧佢講咩意思。佢話喺拍攝過程咧，佢有啲嘢咧係我預期之外嘅。無論我點樣想像啊，到真正拍攝嘅時候咧，都發現咧嚇，即係我嘅感受咧，感到唔一樣嘅嘢係乜嘢咧？劉青雲就舉咗個例子，佢話我其中一樣我預料唔到嘅咧，就係有一場戲要拍攝咧揀衫嘅。嗱咁個爸爸咧就要幫過咗身嘅太太、過咗身嘅女嚇去揀一啲遺物去陪佢哋咧去陪葬。咁究竟係要揀邊啲嘅衫俾佢哋陪葬咧？劉青雲話：原來個過程中係比想像中咧困難。點解咧？佢係因為原來你好深愛一個人，咁你睇到件衫，你覺得嗱呢件衫係離開咗嘅人咧，佢好中意。咁我應該俾呢件衫離開咗嗰個人去陪佢啊嚇陪葬，因為我要留呢件衫咧擺喺自己嘅身邊，咁就即係可以陪住我，等我去懷念佢哋啦嚇。佢話原來呢樣嘢係好難㗎嚇，咁好難去處理嘅。咁即係呢一種好複雜嘅情感咧，咁佢就話喺電影去拍攝呢部電影嘅時候咧，就經歷咗咧呢一個咁嘅佢話奇怪嘅即係一個過程啦嚇。咁嗱，我睇到呢段文字嘅時候咧，即係呢個劉青雲去解釋佢自己嘅喺台上嗰個感言嘅時候咧，我非常之震撼啊！個震撼在於咩咧？嗱，首先透過佢呢段嘅説話，呢段嘅佢當時佢嘅心理嘅變化啦嚇，我諗我哋好多人先知道話啊，原來當你咁愛一個人，而佢又離開咗嘅時候咧，即係一個好細緻嘅心理變化，就係連去揀衣物嘅時候，你都覺得究竟呢件衫留俾佢去陪葬，應該留翻嚟自己去懷念佢咧？即係我覺得佢展述咗一啲好細緻嘅心理變化，咁令到一啲啦嚇，即係可能你話有類似經歷嘅人咧，嗰個共鳴位可以好深。咁就算嚇冇經歷過呢啲嘢，或者因為每人嘅處境唔同啊，咁即使你經歷過生離死別嘅時候，你可能未必有呢個感受，你都會恍然而悟啊！原來人係可以去到呢啲位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深刻嘅描繪。不過咧，我最震撼嘅一個位就係，哇！劉青雲真係一個好專業嘅演員，好細緻嘅演員，好細膩嘅演員。佢咧，即係如果大家想像，如果佢唔係咧，係完完全全好深咁代入咗嗰個角色，佢直情嗰個就係佢嚟。佢點會有呢啲心理變化？佢點會感受到呢啲咧咁細微嘅心理？咁即係話其實佢係咧好投入個角色，係完全進入咗咧電影裏邊嗰個世界，佢先至會有嗰種微妙嘅變化。咁而家又跟住喺透過佢嘅表情啊、眉頭眼額啊、身體語言，佢將呢一種嘅情感咧去轉化出嚟。咁所以難怪我哋喺戲裏邊咧，即係睇呢套電影嘅時候咧嚇，覺得係完全感受唔到佢演戲咯。即係佢就好似一個普通嘅，我記得我同大家拍呢條，我睇完呢套戲曾經同大家拍過片去講啊。你見到劉青雲就覺得佢只係一個街邊一個大叔嚇，但係呢種大叔其實心裏邊承受緊，每一日都承受緊咧。係旁人啦嚇，一般人係咁即係冇辦法去承受嘅一個傷痛，但係佢係真係透過佢嘅演技咧，去喺套電影裏邊咧，絲絲日扣咁樣即係表達咗出嚟。咁但係原來佢就係即係其實佢進入個戲度咁深啊！咁我覺得我哋香港咧，其實絕對值得驕傲，就係有啲咁好嘅演員，其實係咁專業嘅，佢係去到呢個程度，所以攞影帝絕對係實至名歸啊嚇！咁同樣咧，我亦都會即係從呢一個嘅講法咧，我覺得亦都話俾大家聽咧，呢個世界咧係冇僥倖嘅，即係即使你僥倖成功咗一次咧，你唔可以一世。點解劉青雲嗱佢而家話佢80年代拍第一套戲，而家係2025年啦，佢仲係咧喺呢個電影世界度咧生存到存活下來，而且咧仲攞緊影帝，亦都係即係佢嘅成就係公認嘅。其實點解可以有咁樣嘅成就咧？咪就係呢啲咯，咪就係呢啲專業表現而令到佢有即係
今時今日啊嚇，即使你話電影界好困難，佢仍然都係咧，即係可以咧屹立不倒啊！咁所以呢段咧，呢段佢台上嘅感言同埋之後接受採訪嗰種補白咧，哇！我覺得真係好正。嗱，咁其實佢仲繼續講嘅，即係喺之後嗰個採訪裏邊就睇到咧，即係精神健康問題，因為呢個都係回應記者咧去嘅問題啦嚇。咁佢就話咧，關於精神健康，佢好耐之前咧，佢有睇過咧嚇呢方面嘅書嚇，有關精神病嘅書。佢話呢個確實係好困難嘅嘢。喺電影咧，大家睇到咧係一件事，但係現實中咧，如果存在喺你身邊，比如話咧呢家人係你嘅鄰居，咁佢話咧就係一個好難解釋、好難解決嘅問題嚟嘅。咁佢就話咧，一定要好有寬容咧，先可以有轉機。咁跟住佢就話啦，佢話歧視咧係存在於全世界，亦都存在喺香港。咁我認為咧嚇，多了解，我哋要俾自己咧面對呢方面嘅人咧嚇寬容一啲。不過咧，即係佢即刻都，即係都講到講係容易，但係做咧就困難咯。咁但係即係無論如何啦嚇，佢就喺佢得獎嘅時候，透過呢個採訪，佢將呢個信息咧就透過記者咧，希望傳達到俾大家。寬容當然唔容易，係難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想盡可能令個世界嚇，無論幾困難嘅時候，我哋可以好啲啲。咁即係希望我哋記住啦嚇。咁所以我就話咧，劉青雲咧喺台上呢個嘅感言咧，短而精，好值得咧大家咧去記住嘅。嗱，不過咧喺成個頒獎禮裏邊咧嚇，好多人上去攞獎，咁當然都好多嘅得獎感言啦嚇。咁除咗劉青雲之外咧，其實就算加埋劉青雲啦嚇，我自己睇直播嘅時候咧，若論最深刻咧，其實就唔係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主角，甚至唔係導演、電影呢啲。其實我自己最深刻嗰個咧係一個咧幕後嘅獎，就係最佳動作設計獎啊！咁呢個咧就係九龍城寨咧之圍城啦，攞到獎嘅，得獎嘅咧就係咧谷垣健治啊！咁佢就憑咧呢個九龍城寨啦嚇，得到咧呢個咧即係最佳咧武術動作獎。嗱，成個過程咧，我覺得都係咧好深刻嘅。嗱，首先谷垣健治咧喺邊個手上攞呢個獎咧？咁就係咧佢嘅恩師倉田保昭啊！嗱，倉田保昭咧已經咧係接近80歲㗎啦。咁佢咧就一路即係日本人啦嚇，咁但係一路都喺香港咧去發展嘅。咁喺香港過往一啲嘅武術電影、動作電影裏邊咧嚇，佢咧都係咧有佢嘅身影啊。咁佢上台頒獎嘅時候咧，首先已經露兩手㗎啦嚇，就施展咧原地踢腿啊，咁啊技驚勝意助啦嚇。並且咧就講咗句咧話，我對香港嘅動作電影咧係非常自豪嘅嚇。咁本身頒獎嘅時候咧嚇，呢個頒獎者已經有一個少少嘅前奏。咁好啦，跟住到咧呢個嘅谷垣健治啊嚇，咁啊大熱攞到咧呢個獎嘅時候咧，咁佢上台咧就講咗番説話啦。嗱，其實谷垣健治之前都攞過獎嘅，係喺2022年怒火啊嚇，咁佢已經喺香港電影金像獎度咧攞咗一次咧呢個最佳動作設計獎噶啦。咁谷垣健治咧嘅發言咧，全程咧係用咧流利嘅廣東話咧去發表佢嘅得獎感受嘅。佢話咧自己咧能夠喺谷垣健治手上攞呢個獎咧，佢特別開心，因為咧對方係佢恩師啦嚇，就係帶佢咧行上呢條路嘅。佢話喺1989年嘅時候咧，倉田健治咧已經喺日本咧係武術大師。咁佢話佢自己當時嘅夢想咧係有一日咧嚇，即係好似倉田健治咁啦嚇，成為香港電影人嘅一份子。嗱，咁當佢咁講嘅時候咧，全場咧都係拍掌。咁跟住咧，谷垣健治咧就逐一多謝咧佢呢個走上武指之路嘅對佢曾經幫助過佢嘅人啦，指導過佢嘅人啦嚇，帶領過佢嘅人，俾個機會佢嘅人啦嚇。咁佢話佢今日能夠得到咧香港電影金像獎嘅獎項啦嚇，
對佢嚟講最重要嘅意義咧，就係佢終於可以咧正正式式全世界都冇人會質疑佢就成為咗香港電影業嘅一份子，即係成為咗香港電影人嘅一份子啦，即係達成咗佢咧多年前即係80年代尾90年代初嗰個嘅夢想啦。咁即係所以佢呢樣嘢對佢嚟講咧係意義最非凡嘅。咁跟住最後佢就喺袋裏邊咧就攞張名單出嚟，就係佢話今日我攞到呢個獎，不過咧香港電影金像獎咧就冇最佳舞獅最佳替身嘅。但係話如果唔係呢啲舞獅喺度搏命，呢啲替身喺度搏命咧根本大家咧係冇可能睇到咧，即係一啲咁精彩嘅香港動作電影。咁所以咧佢就逐一讀咗啲名出嚟咁即係睇到呢度咧，我當時其實係睇緊電視直播咧，我係忍唔住咧，即係嗱呢個係一個條件反射嚟嘅，就喺度拍掌。因為我覺得確實呢啲背後嘅無名英雄咧係好值得大家咧俾掌聲佢哋咯。嗱，佢呢段感言令我點解話咧？我睇直播嘅時候呢段係真係可以話係我最深刻嘅一段嘅感言咧。佢有幾樣嘢嘅。咁首先第一，高榮健治講到佢咧80年代尾啦要夢想成為咧香港嘅電影人，咁跟住咧就點樣去努力達成呢個目標。咁呢樣嘢亦都喚起我哋咧好多久遠嘅回憶。當年80年代90年代香港嘅電影咧確實係盛極一時就係我哋嘅流金歲月，我哋嘅黃金時代。喺嗰個時候，我哋有好多，一方面有好多精彩嘅電影，好多嘅作品，但係同一時間咧，你亦都睇到咧，係我哋已經匯聚咗各方嘅人才各方咧有志有夢想嘅人咧嚟香港追逐呢啲夢想。嗱，佢唔單止係本地嘅香港人，佢仲有高榮健治日本人，其他亦都可能喺世界唔同嘅地方，佢哋都因為香港電影嘅光芒咧，佢哋都好想成為香港電影嘅一份子，從遠方嚟咧去追逐嘅夢想，即係呢個係一個盛世嚟嘅。當時喺電影世界嘅盛世，咁我覺得呢樣嘢嗰個其實嗰個意義咧，嗰個感觸係多方面嘅。一來既係即係嗰種嘅盛世，叫人哋即係好懷念啦嚇。咁同一時間但係亦都調翻轉話俾大家聽咧，當日香港嘅成功咧，唔單單係香港人自己而係咧係集咧群體之力嗰啲力量可能有啲係嚟自香港以外，譬如你話呢啲舞子係嚟自日本嘅，嚟自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香港融會貫通中西匯集就香港就係一個咁嘅地方，然之後咧各展所長，跟住成就咗一幅咧最美麗嘅風景咁所以佢呢個説話就令我咧諗翻好多呢啲嘅情景啦咁就即係既嚮往啦亦都好感觸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點解我會咁深刻嗱？呢個係此其一。咁第二咧就係全程咧高榮健治咧係講廣東話嘅。咁嗱，我覺得咧呢個就係對本地嘅尊重，即係佢選擇喺香港發展事業，所以佢係融合咗喺裏邊佢咪學廣東話，而家好流利嘅廣東話。我覺得呢個係當你咧去投入一個地方，對嗰個地方嘅基本尊重，咁亦都係對嗰個文化嘅尊重咯。咁所以我覺得好正嗱。其實喺個頒獎禮上邊咧，咁好多人都會講香港電影啦嚇。咁其中有一句咧，嚟自咧九龍城寨嘅幕後團隊咧，我都好中意佢嗰個得獎感言。佢嗰句係講咩？咁佢呼籲大家啦，即係香港電影而家係困難嘅時候啦。咁但係佢話都好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多啲入戲院睇戲，因為咧可以睇到一啲仲係講緊廣東話嘅電影啦佢覺得係一件好幸福嘅事。我呢句係絕對認同嘅即係希望呢啲講廣東話嘅電影咧天長地久即係繼續有好多講廣東話嘅電影咧繼續拍落去。嗱，咁呢個就係我對高榮健治咧即係嗰個得獎感言啦第二點想講嘅。咁第三點啦，就係佢喺袋度攞啲替身嘅名單，攞啲舞獅嘅名單呢啲無名英雄，佢為佢哋致敬。咁尋日施南生同徐克咧係攞咗咧呢個嘅終身成就獎嘅。咁施南生咧喺個得獎感言裏邊咧都有類似一個意念，佢就係話咧，
當大家入戲院睇戲，睇完一套戲嘅時候咧，跟住就播呢啲幕後名單啊，好長咁逐個名佢係負責乜嘢。施南生話咧，大部分呢啲名咧嚇，絕大部分呢啲名咧，觀眾咧都係唔識嘅，都唔知佢係邊個。佢話但係如果冇咗呢啲人咧，大家係睇唔到眼前嗰部電影嘅。咁所以當施南生佢話佢哋得到呢個終身成就獎，其實咧呢個獎項咧唔係佢個人，唔係佢同徐克，而係屬於咧成個電影界，尤其是即係個羣體，尤其是好多大家未必知道名嘅一啲默默地付出緊嘅幕後員工啦嚇。咁所以佢覺得希望大家記住佢哋咯，同埋佢都想將呢個獎嚇獻俾大家咁。咁我覺得就係其實無論高垣健治又好咧，或者施南生又好咧，其實佢講出咗個即係最真實嘅圖畫咯。台前我哋睇到咧演員啊、導演即係呢啲最亮麗嘅存在啦嚇，即係鏡頭咧係影到嘅地方，太陽影到嘅地方。咁但係幕後咧照唔到嘅地方咧，其實就有好多默默耕耘嘅專業工作者咧喺度付出。咁當然頒獎咧都即係電影頒獎獎都有好多幕後嘅獎啦嚇。咁但係其實呢啲係囊括唔晒咯，就好似你有最佳武術指導，但係你冇咧最佳嘅替身，冇最佳嘅武師。但係如果冇咗呢啲咧，冇咗武師，冇咗呢個嘅替身，根本嗰套戲咧就係唔會係大家而家見到嗰個樣。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我哋去睇戲嘅時候嚇，我哋觀眾有意識到。咁不過對電影界嚟講，我覺得咧，即係亦都無論好困難成點嘅時候咧，亦都應該即係佢哋係亦都可以做到好，即係做到啲嘢咯嚇。因為唔希望唔係淨係講啊，而係改善待遇方面咧，如果都能夠咧係喺呢度都做到啲嘢咧，咁嗰個效果就最好啦嚇。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咧，都係我想同大家去分享我睇呢個頒獎禮嘅一個感受。咁最後咧就講下個得獎名單啦。嗱，尋日咧呢個頒獎禮咧最主要啦嚇，如果你話贏家咧，3套電影咧就都算係贏家嘅。咁大贏家係《九龍城寨》啦嚇，因為佢攞獎項最多，就有9個獎嘅。咁包括咧就係最佳電影同埋最佳導演鄭保瑞啦嚇。咁跟住就係啲幕後獎。咁另外咧票房排第1嘅破地獄啦嚇，都係即係一個贏家。嗱，佢就5個獎，不過都攞到咧，譬如最佳女主角啦、最佳男配角啦嚇，咁同埋最佳編劇啊。咁另外咧就最佳原創音樂啦嚇，最佳電影，等我睇翻清楚先，最佳即係林家謙啊嗱，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同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咁都係咧就破地獄攞到嘅，咁佢一共5個獎。咁跟住咧爸爸咧嚇，一家3口戲裏邊咧都係攞獎。咁爸爸劉青雲就最佳男主角，咁媽媽谷祖琳咧就係最佳女配角。咁而個仔蘇文圖咧就攞到最佳新演員。咁所以呢套戲咧，即係呢3套戲咧，基本上都係尋日頒獎禮嘅贏家。咁但係咧嗱，尋日影后影帝啦，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嘅嗱。尋日影帝就係劉青雲啦，爸爸。咁影后咧就係破地獄嘅衛詩雅啦嚇。嗱，以往咧好多即係香港電影頒獎禮頒完獎之後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會一定啦，多多少少都會有爭議噶啦，覺得哇唔應該係呢個攞影帝喎，應該係嗰個即係更加好喎嚇。唔應該係你攞影后喎，應該佢更加好。嗱，即係幾乎每一屆都有呢個爭議嘅。咁就算係上屆啦嚇，金手指梁朝偉攞咗。如果你問我自己咧，我就希望咧白日之下嘅林保怡嘅，我係覺得咧佢係更值得嚇，更應該攞呢個獎嘅。即係從我角度，咁亦都有啲人係認同我噶嘛，係嘛？即係所以嗱，每一屆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但係今次呢屆咧係有啲唔同嘅，冇人會質疑咧劉青雲同埋咧衛詩雅應該做今屆嘅影帝影后。頂多咧嗱，而家嗰個即係針對呢樣嘢咧，大家會講咩咧？就會話係劉青雲咧係應該攞影帝嘅，係衛詩雅係應該攞影后嘅嚇，佢哋抵攞嘅。不過咧，阿邊個其實都好好嘅，都值得攞。阿邊個亦都即係非常之應該攞㗎咁。其實係咁啊，即係嗱個分別好微妙嘅。即係以前咧就呢個唔應該，
嗰個應該啲，但係而家話啊呢個都應該，不過咧其實嗰個都係應該㗎，咁即係有啲，但係始終獎項你就只係頒到俾一個啦嚇，咁所以咧係有啲分別嘅。咁某程度係乜嘢咧？嗱，我就覺得咧，我自己嘅解讀就係咧，呢樣嘢咧就算唔話驕傲咧，咁我覺得香港電影界都可以咧，即係叫做告慰啦嚇。嗱，無論你話講到而家香港電影幾困難，咁但係咧喺過去1年，我哋香港彈丸之地，咁喺一個市道咁低迷嘅時候咧，我哋仍然有好多咧，起碼啲電影人啊，盡力去拍咗咧唔少嘅對市民嚟講咧係受歡迎、有共鳴嘅電影。而香港人咧，亦都我覺得都做足香港嘅香港人要做嘅事啦嚇。其實入戲院支持，你諗下《九龍城寨》又好嚇，過億嘅呢個嘅破地獄又係，即係票房更高添，即係億聲嘅票房。咁呢啲都係咧係集氣翻嚟啊，即係集體之力啊！電影佢嘅團隊做好呢個作品台前幕後，而香港嘅市民咧，亦都配合喺香港嘅票房咧，都係非常之正嘅。咁所以呢樣嘢咧係好好啦。講到影帝啦嚇，嗱冇錯，即係劉青雲爸爸值得攞啊，即係實至名歸嘅。咁我見到網上亦都有啲人話咧，游學修看我今天怎麼說咧，佢都表現係好好嘅，係應該攞嘅。咁都有人提到咧，許冠文嚇都覺得咧，鄧許冠文咧可惜。咁不過咧，我特別想提到個名就係郭富城啦嚇。其實郭富城咧呢個嘅臨時劫案咧都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劉嘉玲係頒咧最佳男主角嘅。咁佢咧就逐個去數咧幾個候選人咧嘅情況。咁當中咧佢提到咧成成嚇，佢話咧成成咧就靚仔。咁台下即刻有人就嗌上去就話梁朝偉都靚仔喎，咁劉嘉玲就話係梁朝偉都靚仔，不過劉嘉玲咧就即刻比較話成成嗰種靚仔同梁朝偉嗰種靚仔有分別。佢話梁朝偉咧係靚仔，不過梁朝偉唔知自己靚仔，亦都咧嚇唔介意自己係咪靚仔。咁不過咧成成嚇郭富城咧係靚仔得嚟咧，自己知道自己靚仔，同埋咧都幾介意自己啦靚唔靚仔。咁但係一個咁介意自己靚唔靚仔嘅人啦嚇，一個知道自己靚仔又介意自己靚唔靚仔嘅人咧，喺臨時劫案呢套戲度咧，個造型啦，即係又哨牙啦，又市井啦嚇，就同個靚咧係完全咧一啲關係都冇嘅。咁劉嘉玲喺頒獎嘅時候講咧就話，據聞啦嚇，呢個哨牙碌咧都係郭富城咧自己度出嚟嘅嚇，即係收到劇本係去演繹嘅時候就覺得如果哨牙碌咧可能係更好地去傳譯呢個角色啊，咁就作出咗咁嘅安排。嗱呢樣嘢咧對個演員嚟講咧，我覺得都係即係又係跨咗一大步啊，一個好專業嘅表現啦嚇。咁所以而唔淨止係純粹外形上嘅幫助啦，咁當然造型係對嗰個進入角色係有幫助，但事實上成套戲咧，郭富城都係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咧，而且佢係演繹咗一個即係同佢自己係唔會完全，你唔會諗到呢個同郭富城啦有一啦楞一滴染一滴係有相似位嘅嚇，一個咁唔同嘅角色，但係真係演繹得好好。所以如果即係佢都好值得攞嘅，咁但係。就係咁啦嚇，獎係得一個，咁最後劉青雲攞咗啦。劉青雲係實至名歸，但係攞唔到嗰啲咧，其實咧都係好正。咁我特別想即係當有人提游學修，有人提許冠文嘅時候咧，我都特別想提咧呢個嘅即係郭富城啊。事實上咧，尋日嗰個電影嘅頒獎禮咧，有即係譬如3套電影係贏家啦，咁另外都有啲好可惜嘅臨時劫案，我認為都係好不錯嘅。咁但係佢本身提名都唔多啦嚇，喺個頒獎禮度，咁獲獎又冇啦更加。咁另外一套咧都有唔少提名嘅《看我今天怎麼說》啦嚇，咁我認為都係好嘅電影啦。咁但係喺尋日嘅頒獎禮上咧，就成績咧就即係麻麻啦嚇。咁所以呢啲咧都係一啲喺頒獎禮上咧一啲嘅遺憾。咁另外尋日頒獎禮一講開靚唔靚一個問題咧，我覺得都有一樣嘢咧係創舉嚟嘅，好少咧見到咧。有頒獎禮嘅頒獎嘉賓，尤其是係女嘉賓咧，係唔扮靚嘅，
而且係唔介意咧扮醜去做頒獎嘉賓。咁呢個咧就係陳法拉啊，淑夢啊。陳法拉咧同張家輝咧就以淑夢嘅造型，男女主角嘅造型咧係上台頒獎。咁即係化咗個即係都類似僵屍 look 咁啦嚇，即係因為大家如果睇過電影，知道佢哋本身呢套戲啦嚇，即係都係有啲麻麻煩煩㗎啦嚇。咁所以咧，佢係以一個咧非常醜怪咧。精神病咁樣啊，即係化咗僵屍妝咁嘅 look 咧，係上台去頒獎嘅。咁而且咧係赤腳添啊，冇着鞋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破頒獎禮咧嘅一啲嘅極限啊！即係唔好講香港啦，全世界都唔多啊。通常呢啲全世界呢啲嘅電影頒獎禮，個個都係着到咧衣香鬢影啊嚇，就化晒化行妝啊 set 行頭咁樣去噶嘛。所以咧，尋日陳法拉嗰個造型咧係好特別嘅。當然，尋日嘅頒獎禮咧，我唔會話佢係全無缺點。我自己咧最唔中意咧，最麻麻地嗰 part 咧就係懷念已故電影人嗰個部分啊。嗱，以往我睇即係頒獎禮呢部分咧嚇，其實佢已經有咗好多年啦嚇。咁通常咧個鏡頭就會集中於咧舞台上後邊嗰個大熒幕啊，咁就有嗰個離開嘅電影人個樣啦，佢幾多歲啦嚇咁，即係佢喺電影業從事咩崗位啦嚇，咁就會有呢啲基本資料嘅。咁都係一個咧，即係一個過程咧，去俾人咧去記住佢哋，去紀念佢哋啊。咁但係今年個直播咧，尋晚睇嘅時候咧，個鏡頭咧其實就比較集中咧，就歌姐即係喺度唱歌嘅即係歌姐，就反而咧係完全睇唔到後邊個熒幕咧播啲乜嘅，即係連個樣完全睇唔清，個名啊更加即係鬥士咁，你係完全唔知個名啊嚇。咁所以咁已經就完全失去咗咧呢個懷念咧已經離開電影人嗰個嘅呢個環節嘅原意咯，因為你都唔知邊個咁何來有話所謂懷緬咧？何來所謂記住佢哋去為佢向佢哋致敬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安排咧係即係出年咧係一定要改善咯。咁最後嗱講到尾咧，就好似我講頒獎禮嗰個即係今年嘅得獎名單咁樣啦。其實你從個得獎名單睇到啲入圍電影獲獎電影。其實香港喺咁困難、咁唔容易啊，即係呢個電影業喺一個咁困難、咁唔容易嘅時間，成日都聽到啲戲院咧就結業啦。咁亦都即係電影界成日都話開唔到戲啊之類咁，都有好多呢啲嘅聲音嘅時候咧。其實過去一年咧都有即係唔少啊，有好幾部咧呢啲咁嘅大受歡迎嘅電影，亦都有好多咧係好有誠意嘅電影咧，係即係炮製咗出嚟送到觀眾面前。我覺得呢個都係唔容易啦。咁起碼喺入戲院嗰2個幾鐘頭咧嚇，去帶俾好多嘅娛樂咧，香港人去暫時咧去忘記咧眼前好多嘅困難啦，眼前好多嘅不如意，眼前好多嘅唔開心啦嚇。咁就即係透過呢個光影嘅世界咧，等大家咧可以咧忘情忘我咁咧鬆弛一陣，享受一陣。嗱，咁呢個就係電影咧最先嘅即係呢個夢工場嘅原意咯。咁佢而家喺呢個困難嘅時候咧，亦都係做緊咧佢嗰個嘅即係冇忘初心啊，做緊佢嘅原先佢想發揮嘅功效。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係佢哋都有咧佢嘅即係功績啊。咁所以我覺得對即係個獎項對電影人咧，對電影從業者個鼓勵咧，都係應該嘅。咁好啦，咁今晚咧講呢個電影頒獎禮嘅睇完個直播嘅即係觀後感咧，就傾到呢度啦。咁呢啲係感想嚟嘅，冇話啱同錯啦嚇，就係我嘅感想啦。咁同大家分享，咁當然都歡迎大家咧俾意見啊，咁交流下。好，拜拜。